無需過境就可以開立內地建設銀行戶口，咁嘅服務先夠方便。綁定埋內地電子支付 App， 暢遊大灣區，隨食隨買，唔使擔心匯率同手續費。匯款即日到帳，調配資產話咁易啦。哇！想豐富兩地投資配置，一系列跨境理財方案，咁先夠全面。Yeah！灣區置業，兩地住家，絕對可以從長計議。最緊要有龐大網絡服務接通兩地，咁去到邊都係 VIP 啦。建行亞洲跨境金融服務，龍通灣區，無限跨越。中國建設銀行亞洲透過見證開戶服務，開立內地建設銀行戶口，可享1000蚊獎賞。